枯索寓言，餓來了。從前有一個好靚嘅小池塘，住咗一班鴨仔。池塘周邊呢，有小澤圍繞，仲有茂密嘅紅樹林作為屏障。狗來了，上集。喺好耐以前，有個好大嘅王國，嗰度嘅國王疑心極重，佢好驚國民見到唔同嘅顏色就會表達到唔同嘅意見。狼來了，佢哋銘記古代狼族恥辱嘅歷史，奮發圖強，竟然成功建立咗一個強大嘅狼國，佔領咗地球一半嘅地方。好啦，歡迎翻到嚟呢個禮拜嘅《酷盡天下事》第二節。頭先我哋講到咧，就張敬軒認錯事件啦。咁其實呢個禮拜咧，有另一單唔係太多香港人討論嘅認錯事件咧，我哋都留意到嘅，就係大家記得，即係早段時間咧，即係舊年年底應該有一位即係19歲嘅少女啦，佢就喺外國嘅時候咧，就因為就佢男朋友參與呢個香港議會嘅工作，咁咧佢就拍咗段片去鼓勵啲人去向香港議會投票啊。咁呢件事咧就當時出現咗之後咧，咁嗰個女仔咧就段片都出咗街嘅。咁但係之後咧，佢就據講啦嚇，佢就即係拍完套片宣傳完之後咧，佢就受到佢家人聽講佢有位家人咧就係警察嚟嘅勸喻咧，就翻香港。結果翻香港咧就被拘捕，拘捕之後咧就帶上法庭啊。咁咧就大家知道，梗係嗰啲個罪㗎啦，煽動啊、勾結惡勢力啊咁嘅罪㗎啦啊。大家知道香港議會咧就係俾呢個中共同埋港共咧係打壓嘅一個組織啦嚇。我哋唔好先唔講香港議會嘅反應同埋佢哋嘅做法啱唔啱，但係咧總之咧呢個幫助佢拍片宣傳投票嘅19歲少女咧就翻咗香港之後咧就被拘捕，跟住咧被帶上法庭，然之後咧就會好似定罪咧就判咗1年到嘅監禁嘅啊。咁啊冇辦法啦嚇，而家國安法就製造大量呢啲咁嘅政治犯㗎啦，係嘛？咁呢個少女啦都成為咗一個政治犯，咁我哋就記住呢件事啦。咁但係有趣之處咧就係話，最近咧就 TVB 對佢進行咗個專訪喎，咁啊好有趣嘅就係一個坐緊監嘅人，原來係可以接受電視台個專訪出街喎。咁呢個咧就好有中國特色啊！我哋記得咩以前嗰啲咩桂民海啊，或者啲維權律師啊，一啲民權人士咧就上咗話佢啲貪官啊嚇，判咗監之後咧，就人民台咧就會上去專訪，然之後咧講佢有悔意啊，感謝呢個共產黨嘅寬大啊啲咁嘅嘢啦嚇，對唔住黨嘅支持同人民嘅熱愛啊啲咁嘅嘢啦嚇。咁原來呢啲玩法咧，而家喺香港咧就靜悄悄咁樣出現。而呢位被判監1年到嘅少女咧，亦都喺即係訪問裏邊咧，佢戴罪之身喺監獄之中接受 TVB 嘅訪問，然之後咧就大談呢個對呢個香港議會嘅失望啊，叫大家唔好俾佢呃啊咁樣喎啊！咁呢件事咧就好有中國特色嘅，咁啊靜悄悄咁嚟咗香港。咁我印象中咧，好似香港從來未試過有獄中犯人咧可以上電視嘅喎啊！呢啲真係破天荒啦啊！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比張敬軒認錯事件咧就更有意思嘅一個認錯事件。咁所以咧我哋想大家了解下呢件事，或者對呢件事咧衍生嘅意義咧可以做啲探討嘅。咁啊將個時間咧交俾阿 Benson 講一講你對呢件事睇法啦嚇。好，唔該晒鍾 Sir。啱頭先講到所謂電視認罪咧，如果大家仲記得，應該係講第一個被判入獄嘅其中一個啦，唐英傑啦。咁如果大家留意，其實幾年前咧，唐英傑其實都有接受過無線電視新聞嘅訪問咧，講翻去獄中嗰個所謂改過自新啊，或者甚至係俾即係國家即係洗禮咁，甚至之後就重新做人呢啲咁嘅嘢。咁當然我諗作為香港人見到呢啲咁嘅新聞，正常反應一定覺得，咦，即係你都已經俾國安法咁樣搞到雞毛鴨血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仲要願意去俾即係大台俾無線電視新聞去做訪問？點解會做呢一啲咁嘅政治宣傳？嗱，呢啲唔係新聞嚟㗎，呢啲係政治宣傳嚟嘅。點解咁做咧？咁啊，當然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作為一個可以坐輕啲，
或者叫減刑嘅一個條件啦，就係要即係接受可能係一啲相關部門嘅一啲即係指示或者任務，其中一個任務或者指示可能就係做一啲政治宣傳，就係完全否定翻佢過往做嘅嘢，完全係100%錯嘅。咁然之後佢而家過緊新嘅生活，或者甚至好似我哋第一次講到關於溥儀咁樣，就係話要做一個即係國安新人類啦，係啊，而家要即係跟住就迎接一個新嘅生活嘅一個咁嘅階段咁各方面嚇，咁都係一種政治宣傳嘅效果啦。咁樣當然我好相信香港咧，其實人哋根本就唔會好介意，即係唔好話介唔介意睇無線新聞啦。即係如果大家可能攞相關數據，其實喺香港啊。即係我諗，除咗温柳眉會睇無線新聞，都係睇中央台新聞。嗰日都唔知無端即係撞鬼啦，無端睇温柳眉做訪問，即係以前一個藝人車禍，跟住即係而家仲生啱啱喺度咁樣。咁而家第一個聽完，我即刻熄機就咩啊？我覺得其實喺面對而家嘅亂局，最緊要係有國先有家，跟住即刻熄機，即係即刻熄機話。有冇搞 L 錯啊？有冇搞緊錯啊？咁樣真係咁樣。嗱，講翻阿南非單嘢咁樣嚇。咁呢啲電視認罪，如果大家喺2019年之前頭先都講到桂民海事件啦各方面，咁啊香港真係發生呢啲電視認錯啦。雖然佢當然唔係真係喺電視裏邊即係跪低去道歉，做到咁核突啦咁樣嚇。咁但係其實佢用一種懺悔嘅表情語言去到否定自己過去所做嘅嘢，再加上電視台嘅政治立場同埋宣傳，大家知咩事嘅話，我好相信即係嗱。當然喺香港，其實我諗呢個課題都唔會喺香港網台講呢一樣嘢噶啦，應該係斷崖噶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即係第一節講張敬軒啦，第二節講南非啦。咁其實大家都好似都有一個共同嘅地方，就係即係可能做咗一個其實可能令自己會終身後悔嘅決定嚇。當然可能當事人喺而家呢個階段覺得呢一個對佢嚟講係一個最佳、最有效益嘅一個決定啦。無論係保住中國嘅市，即係保住所謂中國嘅市場，或者甚至係因為有國安保證就唔會俾政權搞啦，或者南非就覺得佢咁做就可以攞少啲啊，或者作為佢可以1年之後即係順利坐完嘅一個必然嘅條件。咁但係諗一諗，即係唔係即係當然可能兩個人本身因為無論年齡啊，佢哋經歷嘅事完全好唔一樣嘅話，咁其實特別係一個10零歲女仔，即係然之後就無端端因為即係參加一個即係政治組織啦，搞政治宣傳啦，然之後因為即係唔習慣加拿大生活翻香港，然之後即係咁俾人拉個階段，都好反映到嗱。當然其實都有人討論過，就係話究竟佢有冇參與過2019年反送中運動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存疑嘅嚇。唔知嘅，因為完全即係譬如我大概知道邊啲政治活躍分子有參與過，我哋大概都知嘛，我哋都有個 track record 啊嘛。但係南非係完全冇嘅嚇。咁然之後佢翻香港，咁即係會唔會都係某一啲人嘅寫照，就係即係其實可能佢完全冇參與過2019年任何嘅一啲社會運動啊、政治運動啊，或者任何嘅一啲上街行動。咁然之後就即係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即係佢都係可能年少無知，俾人氹下，跟住就搭上咗一個咁嘅組織，跟住做咗咁嘅嘢，跟住就覺得後悔啦，跟住就寧願翻嚟香港坐1年洗底，跟住就重新做人啦，當冇事發生過啊，銷聲匿跡啊，叫做即係完全消失喺人間啊。咁係唔係一個咁嘅情況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對一個後生女嚟講，就我哋可能未必真係好似張敬軒咁樣對佢咁多嘅批評，因為始終真係乜都唔知啊嘛嚇。咁只能夠可以咁講，就係話喺一個大時代，我覺得比較恰當嘅描述就係一個大時代之下，一個即係少女佢一個咁嘅經歷面對嘅一個悲劇咯，嗰個悲劇。咁當然你話嗰個悲劇究竟個責任是誰？究竟係個女仔唔識諗，不斷做出錯誤決定，結果搞成咁，要翻嚟香港坐啊？定係
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佢人生嘅無奈，喺好多嘅客觀環境，佢自己冇諗清楚嘅情況之下，結果搞成咁咧咁樣。咁我諗呢一樣嘢可能要男小朋友或者男小姐大個之後，自己有腦啦，自己去思考之下，先知道可能嘅答案會係點樣啦。我將時間交翻俾鍾 Sir。我楊 Sir咧，嗱，其實而家咧，你睇翻香港啲傳媒啦，尤其是啲好明顯親中嗰啲嘅話咧，我哋就會用翻一啲好人民日報嘅方法嚟到去解讀當中嘅信息。即係其實尤其是無線呢啲CCTVB 啦，佢可以發放出嚟嘅信息嘅話咧，其實一定係經過一啲嘅即係唔可以叫修飾啦，即係話佢一定會即係有用嘅嘢，佢先會留低。即係有某啲信息佢需要嘅話，佢先會留低，唔會將多餘嘅嘢嚟到去放出嚟。咁所以其實阿南非化名阿玲嘅呢個訪問咧，其實係幾值得細味。不過講開阿玲嘅，我又搞笑啦。頭先講開話，即係佢犯事嘅時候19歲啊嘛。咁跟住即係給19歲的我嗰當中即係可能導演覺得所來所細嗰個嘅女主角咧就係叫阿玲喎，咁多叫阿玲阿玲嗰啲。阿玲好 common 啫嘛個名。係咯，但係咁 common，但係你可以叫阿平，叫其他名噶嘛，又要叫阿玲咁呢個又阿玲定阿玲先？阿玲同阿玲可以唔同噶嘛係咪？呢個要可以研究下啦。Anyway， 翻去呢一度先啦。咁即係所以我就睇翻佢訪問嘅內容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其實每一段都值得細味嘅。嗱，譬如話佢話。解釋翻嗰啲佢要拍啦，咁佢話我都唔識政治，邊啲叫犯法，邊啲唔犯法，我唔知噶喎。我有問過我男朋友，佢又話冇問題，唔會有事嘅咁樣。咁啊用呢段嚟到做咩咧？就話佢想塑造一個無知嘅形象咯。即係話被騙嘅人咧，通常都係即係無知㗎嚇。你無知嘅時候，你小心啲，你要即係自己決定做某一樣嘢嘅時候咧，你要三思啊。如果唔係就好似阿玲或者阿玲咁樣，你會入獄㗎咁樣。咁即係呢個建構無知嘅做法咧，其實係即係佢係劈頭第一個信息佢想俾你嘅。好啦，第二樣嘢佢就咩咧？原來無知之餘，佢係為咗係錢嚟到去拍嘅。佢話因為1000蚊嘅報酬就走咗去拍呢樣嘢。無知家用錢，哇！呢個做唔係典型嗰啲嘅嗰啲嘅香港啲妹妹做傻事嘅時候嗰啲嘅嘢係咪先？咁所以佢就呢個人設其實就好清晰㗎啦，即係佢用呢一個嘅訪問。咁跟住啦，咁就話點解佢哋要參加香港議會咧？咁樣就話呢班人其實咧就冇政治理想嘅，即係借阿玲把口啦。佢話佢哋咧就喺香港裏邊真係好難去生活。咁跟住咧就係即係佢哋係喺外邊咧就純粹係去騙財嘅啫。咁佢哋係因為唔想留喺香港，咁就唔係因為佢哋口中嘅所講嘅為公義、為理想。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阿玲或者阿玲要贖罪嘅時候，即係將來要做更新嘅前提嘅話咧，就要借自己嘅把口嚟到去即係抹黑香港議會，盡可能嚟到去話俾人聽。嗱，呢班人咧就冇理想啊，所有呢啲黃絲或者係反政府嘅人嘅話咧，其實全部都係因為自己一啲個人嘅私利嚟到去做呢一樣嘢。即係呢個亦都好明顯啦。咁跟住咧就話後尾佢話因為同嗰個男朋友即係感情變淡，所以要分手咁樣。咁呢個就唔知係咪真啦嚇。Anyway，即係佢呢個劇情需要追講呢啲説話。咁但係有一句説話，我覺得就可圈可點嘅，即係話當佢話後悔拍咗相關嘅2條片之前嘅話咧，佢講呢一句説話，佢話我完全唔知道自己翻香港之後會咁樣。冇諗過翻香港之後咧會俾人哋拘捕，俾人哋判咗入嚟。嗱，咁大家頭先其實阿 Benson 都講過啦。佢之所以翻嚟嘅話咧，一個最大嘅因素係佢家姐啊嘛，甚至乎係即係俾咗錢嚟到去特登買一張好貴嘅機票嚟到去俾佢嚟到去翻嚟。咁呢啲嘢其實阿玲或者阿玲係冇理由唔知噶嘛。咁所以其實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其實係咪就係暗淡地想屌鳩佢個即係家姐咧咁嘅樣？家姐善來呢其實如果即係能夠幫到件事嘅話，會唔會其實因為 TVB 可能好想安排佢即係親口講話，我多謝家姐令我有呢個即係感化機會，咁就可能佢多謝家姐。我諗起當年嗰個日用品廣告，多謝家姐。咁但係就留咗呢一句説話，所以可圈可點咁樣，即係其實可能係即係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都已經決裂咗
都唔一定，因為其實點解會翻嚟香港？你好明顯啦，大家都知㗎啦。咁所以呢一個同現實嘅落差嘅話咧，可能有啲信息將來即係阿藍小姐咧，可能就要去再交代翻㗎啦。咁所以但係你睇翻就係話，其實而家喺香港裏邊，我哋結合翻頭先第一節我裏邊所講嘅話咧，即係無論係阿張敬軒又好，或者呢位阿玲或者阿 Ling 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現而家喺香港裏邊咧係真係完全冇晒言論自由㗎啦，或者你完全係冇不表態嘅自由，即係你為咗要獲取某一啲利益，即係對於阿張敬軒嚟講，可能就係一個市場嘅保證啦。即係你冇咗一個700萬嘅香港市場，但係你有14億嘅大陸市場喎，你要唔要先？嗱，你要嘅話，你就要做嘢，否則嘅話，我要你雞血不寧，全家升先，係咪啊？咁所以你咪要做呢樣嘢咯。好啦，咁對於阿玲嚟講，哇，大佬，你將來條路點行嘅話，可能佢話俾人聽嗱，如果你唔想將來國安跟你一世即係每行一步都要俾人哋跟住嘅話，咁你要做某啲嘢噶咯喎，你要坦白同從寬噶咯喎，咁變咗你又要去拍呢啲嘢。一個變咗係鍾 Sir話齋，其實你係唔需要做呢樣嘢嘅，你坐監就坐監，已經坐完咪算數咯。但大家都知道就係話，而家你一個犯咗政治罪嘅人嘅話，你唔配合警方或者係國安嗰個嘅宣傳嘅要求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如果你自己下半世係冇好運行，即係如果 suppose 中共可以千秋萬載嘅話啦嚇，咁所以其實佢作為一個後生女，佢都想即係心喐喐啦，即係亦都相信直警察會信守承諾啦，咁啊唯有做呢一條片咯。咁所以其實兩節加埋個信息咧，其實而家就即係我哋可以再推多一步，就話香港已經完全喪失咗唔表態中立嘅自由。唔好話有政治信仰嘅自由，呢個已經冇咗個例啦，已經咁變咗就係話，即係當然你可以有，你咪唔出聲咯。但係你出聲表態嘅自由已經冇咗，而你而家連唔表態嘅自由都冇埋。尤其是如果你即係身陷呢個險境嘅時候嘅話咧，你為咗即係得到心靈上面少少安慰，或者係一啲你唔知會唔會實現嘅承諾嘅話，你就必須要做呢樣嘢。咁所以而家呢個香港陷入咗一個咁大困境嘅時候咧，變咗你而家每一年咪話香港嗰啲即係傳媒自由、新聞自由指數不斷下降啊嘛，而家香港已經同呢個中國大陸咧已經係冇乜大分別㗎啦，咁所以就大家共同就要喺呢個共業底下嚟到去沉淪咯。即係我諗咧，我自己覺得咧，對於唐英傑又好，或者呢位19歲少女都好啦，即係佢哋第一佢哋係政治犯啦，咁政治犯本身就冤獄嚟嘅。第二咧，喺監獄裏邊，喺資訊閉塞嘅情況底下咧，有時難免思考點樣可以為自己爭取較佳嘅出路咁樣。咁我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俾呢個權勢利用咧，有時當然自己都要肯做，但係咧基本上有好多難言之隱。咁我覺得呢個盡量都同情，亦都起碼唔好心怪啦，係嘛？即係至於佢對呢個香港議會嘅批評係咪真啊？嚇，講嘅説話有冇即係為呢個即係管治者、統治者塗脂抹粉呢啲都算數啦，唔好深究啦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就只係反映緊典型中共式嗰種做法咯，即係好原始、好中世紀嘅，明清兩代至會咁做嘅呢啲係啊，就揾啲罪犯出嚟啊，要公開示眾、自我懺悔、否定自己，深入呢個靈魂深處嘅自我洗滌啊嘛嚇，就洗錯咁嘅所謂啊。即係就咁樣啊，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呢種伎倆咧，我哋要知道同埋要清楚知道，即係呢個當事人咧係喺咁嘅情況底下被利用啦啊。其實我覺得咧 TVB 如果要更加即係深入咁去令到呢件事或者呢個故事有更大嘅政治效應嘅話咧，就應該揾呢位當事人嘅家姐做一個專訪，講下佢點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大義滅親啊！呢個先係更加有故事，更加能夠符合呢個中共嘅氣軌啊！咁我覺得咧就即係真係強烈建議，即係人台嘅新聞部啦，真係揾呢位即係少女嘅家姐咧做一個人物專訪。特區政府咧真係不妨咧考慮下俾個即係英勇獎章呢位家姐咧都係好嘅，我覺得啊，攞大紫荊勳章咧，可能諗佢都好啊，係嘛？咁先至可以鼓勵更多人做呢啲嘢啊嘛！最近即係據講啊，嗰個國安熱線啊已經有超過100萬人投訴啦嘛，係嘛？咁啊真係香港有好多人中意做呢啲嘢嘅喎，亦都唔介意做呢啲嘢嘅喎。咁應該將呢種嘅投訴文化、大義滅親文化發揚光大啊，令到大家都爹親娘親不及黨親國親咁啊！咁啊，香港回歸第二次回歸大勝啦，即係可以咁講嚇。我覺得呢個先係大書特書嘅事。
咁所以強烈建議大家不如一人一信寫上入 TVB 新聞部，要求佢咁做，睇下佢點反應都好啊嚇。我真係同意啊！嗱，我已經橋都幫佢度埋㗎啦，唔收呢一個顧問費。嗱，第一樣嘢當然係講翻即係呢一個女政治犯阿南非嘅背景啊，佢點樣被迷惑啊，然之後台灣去到加拿大啊，參加香港議會啊咁樣，然之後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訪問佢家姐點樣咧，係透過大義滅親啊，或者透過親情啊，係感動佢唔會翻嚟香港坐監啊，重新做人啊。跟住就係講下家姐，其實佢雖然佢係一個警察，但係都係有一個柔情嘅一面，有親情嘅一面。哇！咁啊真係真到爆炸咯，真係仆街。嗱，我覺得咁樣樣，即係其實即係我本身唔係話一個犯人啦，亦都唔係話做壞事嘅人啦。但係問題，我對於做壞事嘅人嗰個心態咧，都略知一二嘅。因為其實歷史我哋讀嘅歷史咧，好多時候都係由罪人嚟到去建成㗎嘛，係咪先？咁所以香港呢班做賊嘅人咧，佢哋點樣做賊法咧？其實佢哋第一做法就係話，佢哋將啲嘢收埋。盡量嚟到去將啲信息嚟到唔發放出去，費事佢哋掌握到更加多嘅信息咧嚟到去即係挑戰政權。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話我哋不斷咁催，即係社會上面不斷咁要求我哋保安局咧發放呢個禁書名單啊嘛。咁我哋尋日鄧炳強卒之回應咗就話，我哋唔會咁做嘅。佢仲要話咩咧？我哋唔會咁蠢嘅嚇。係啊，禁書名單點解會蠢啊？哇！佢話我公佈咗之後，你用另一個書名出，咁我咪對付唔到你。我話嚇，你呢個 comment 先蠢喎，咁你咪繼續去啄咯，係咪先？咁呢個國安係不斷咁進行嘅行為嚟噶嘛？咁你咪呢一批處理咗，咪再處理下一步咯。哇！即係佢啲 comment 係蠢到不得之了。咁當然呢個係藉口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知道發放咗個禁書名單嘅話，即係話俾人聽，香港係有政治審查書籍啊嘛。係咪最需要呢樣嘢啊嘛？所以佢無論咩用幾多蠢嘅理由都好，都唔可以俾呢樣嘢嚟到發生。所以你明白咗呢樣嘢之後咧，你就會你就會一理通百理明㗎啦。成班黑警，喂大佬，你諗下而家喺政府嗰個嘅即係 government directory 裏邊嘅話，係冇佢哋資訊㗎喎，彷彿警察部係唔存在㗎喎。揾個即係高級啲嘅警察，佢哋個名係完全你 search 唔到嘅。咁所以你用翻呢個嚟到去即係睇翻嘅話，佢會唔會揾一個香港議會涉事嘅人嘅黑警家姐嚟到出嚟受訪？一定唔會嚇，即係出到嚟時候俾人千呼萬斬嘅時候，又再起佢底，咁點會啊？係咪先？咁所以就算以正義之名嚟到做嘅時候咧，都唔會揾個黑警嚟到去訪問，一定人頭幫戶頭。有趣，係啦，咁所以就鍾 Sir。即係我覺得咧，我當然建議就咁講啦。我相信佢都唔會咁做啦。亦都呢位做警察嘅家姐咧，老實講啦，如果夠膽出嚟專訪嘅話咧，就俾個勇氣獎佢啦，係嘛？即係做到呢個衰格嘢，即係氹自己個妹落搭嚟到為自己即係爭取呢個即係公職，呢個咧就相當之可恥嘅。咁喺文革時代，好多呢啲出賣自己父母啊、親人嘅即係所謂告發者啦，好多啦，到後期咧都受到好嚴重嘅自己良心與道德嘅譴責，呢個都係事實啊。咁但係咧就好冇得講嘅，事後點樣一回事？喺現實政治面前咧，當你面對威權、面對打壓嘅時候咧，人嘅軟弱性咧就會表現出嚟。咁所以呢位家姐都係一樣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呢位19歲少女啊，即係唔好理佢之前點樣會幫香港議會宣傳啦嚇，佢坐緊監，咁我覺得盡量嘅同情啦，係嘛？就算佢而家接受呢個專訪都好，盡量理解，即係啦，講一個人俾人夾住嘅時候講嘅嘢，即係大家都唔需要太認真啦，係嘛？都肯定即係反映緊我啲權力意志啦，俾到你出街係嘛？咁所以大家唔好太認真咯。即係當然我見到香港咧喺呢件事上嘅討論好少嘅，反為咧就喺海外咧，即係有啲人都會講下呢件事。咁呢個咧正反映緊海外嘅評論平台咧，仍然都相當之重要嘅。喺香港一啲出咗街之後好快就被淹沒 ，TVB 亦都冇人睇，大家都知㗎嚇嘅節目咧，我哋喺呢度留意到
睇到嘅話咧，我哋就會即係將啲新聞嘅微言大義咧，從我哋角度咧去講一次俾大家聽咁樣咯嚇。唔係 TVB 有人睇，最近咪有留意明珠台女主播着呢一個小旗袍做報新聞，咪有人睇咯。林婷婷，林婷婷，即係而家就係咁噶啦嚇，即係香港而家冇主流傳媒噶啦啊！即係香港主流傳媒全部都係冇人睇嘅，基本上我知道啊，都冇人睇嘅。佢自己做都唔會睇翻冇啦，人睇㗎啦。咁咁啊，大家即係有時都唔好太過即係分內外啦。即係其實總之都係各自喺我哋可以能夠做嘅嘢裏邊做一啲嘢。咁呢個咧都希望能夠盡量將我哋嘅信息渠道同埋資訊來源咧係多元化咧。呢個都係喺對抗強權嘅時候咧好重要嘅，我覺得。同意。係咯。好。咁啊，我哋時間咧都差唔多啦。今日咧就多謝大家睇我哋節目啦。希望大家繼續點讚、欣賞、分享、訂閱酷盡天下事。咁啊，同埋繼續留意酷呢個平台。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仲有祝大家即係特別係如果睇呢個節目嘅朋友係考緊呢一個文憑試嘅，祝大家考試成功。好，馬到功成，旗開得勝，旗開得勝，着旗袍。耶，旗開得勝。好，拜拜。